災民提供心理輔導。佢哋話，雖然語言溝通有問題，但係透過翻譯仍然可以幫到災民。由袁曉東報導。呢批無國界社工着住代表希望嘅黃色衫，喺機場出發前呼籲市民一齊將雙手放喺胸口，合上眼睛，祝福當地災民。今次係主辦機構第6次去寇納做輔導工作，所有社工都係自費。有社工話，3月去嘅時候，當地曾經再發出過海嘯警告，但並冇影響佢哋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。做嘅嘢可能我感覺上好似做得唔多，但係對佢哋嚟講已經係好多。我好記得海嘯警報之後，佢哋好關心我哋有冇事咯。其實危險一定㗎啦，自己屋企行出街都會有一定嘅危險。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有意義啦。咁亦都係個身為人，其實都會有個責任感嘅。主辦團體話，雖然語言有問題，但並冇影響輔導工作嘅成效。我哋咧就相信呢。語言係其中一個障礙，但係亦都唔係唔可以跨越嘅。透過同翻譯嗰個嘅緊密嘅合作咧，係能夠即係走入嗰啲嘅即係災民嘅心裏面嚇。咁亦都係能夠係幫。